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安界，今仔新安界来甲港仔厝，港仔厝的菜市仔呢，要来采访一个，哇，这大家吼，I know 个，但是讲台语的，伊毋是外国人哦，伊是吼，咱完全咱台湾囡仔，但是伊是伫外国大汉，只要来到台湾时，敢若会讲台语，真趣味哦。咱今日来找伊 ，Kevin。 哦，有看到，有看到，有看到 ，Kevin。哎，你哪在遮？你毋是讲你到遮？对啊，到附近啊。我旧厝嘛到遮啊。我爱，我平常时拢伫厝咧煮菜啦，我较少去外口食，所以我拢会走来这菜市仔买物件呢。哎呦，系啊。你独身啊？你家己是啊，我大家拢甲这缘投仔送，来买水果啦，买香蕉。伊甲你买偌久啊？啊，伊甲我买2、3档啊，我来遮开始了，到这是。对啊。家己讲了，同恁倒来落去。哦，是啦，哇！哎，咱遮的水果拢足青啊，拢10班拢。是。啊，这旺来袂歹。这旺来。哎，旺来。啊，这要安怎讲？我甲你考试。牛油果啊。哦，牛油果啦，你看会晓呢，真正嘛，啊，这个。牛油果这个梨啊嘛。嘿，梨啊吼，来啊吼。哦，来啊，对，来啊，酸啊。酸啊。奶鸡啦。啊，迄桃啊。桃啊，梨啊啦，好像是桃啊。啊，榴莲。哎，榴莲哦，你有榴莲。榴莲。咱巴西遐较无咧食榴莲。较无咧食榴莲。咱我都迄当初无着这事。你甲观众朋友少讲，你食巴西是安怎讲台语？巴西吼，就主要就是因为70年代的时阵嘛，迄当阵我阿嬷讲对台湾吼移民到巴西，吼咱全对家族拢移民到巴西。啊，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吼，我爸爸妈妈拢无闲做生意嘛，所以我爸爸就带我去住我阿妈因兜。所以我算讲自细汉拢是吼，阿妈囝带大，阿妈囝无对。所以我自细汉就开始了解台湾的文化、台湾的语言、台湾的菜。啊，台湾迄当阵阿妈哦，就老煮一寡吼煮食的啦，菜头粿啦、包肉粽啦、吼红菇粿啦，吼啦，嘿啊。哦，所以我今日哦，要来见一个哦。细汉就是一个台湾囡仔啦。是。啊，这头家吼，这头家，以前是头一摆你甲伊讲台语的时候，哦，伊就带一条啊奇怪，这阿叔啊，你来看我讲台语，其实这就是大部分台湾人啊，听到我咧讲台语的反应啦，嘿啦，伊就安尼奇怪，咱这阿叔啊来讲台语。我甲问看下，你甲问看嘛。你头一摆伊甲你讲台语的时候，你惊着，你惊着，你看惊着啊！而且走去受惊。你即摆才有几岁？25、23哦，够少年嘞。23吼。夭寿啊！但是你的东窗还佫会晓讲台语未？诶，还佫会使啦，吼。还佫会使啊。我兜了规间拢讲台语。恁兜规间拢讲台语的啦，吼。我下讲囡仔。哦对啦，下讲囡仔，你若北部的囡仔可能北部囡仔台语较无法度。好。有一寡美甲应该听无。是。啊 Kevin 即摆吼，你敢知影伊伫咧演艺界？我唔知。你唔知吼？伊先无用啦，咱无用咧看电视啦。伊即摆即总统就职典礼，就是伊主持的呢。是啊。哦，这怎么？你看无咧看电视，太无用。你去网络顶头去找者。哦，你无咧生到这年头，搁甲讲台语。是咯。用比落呀。爱个支持啊，爱个支持啊。哎啦，一定的。哦，台北拢支持，台北拢支持，赞。对。啊，咱过来，来，继续来，来，谢。多谢，感谢哦。巴西爱看啥物地区啦吼，一寡所在吼较烧热啦，啊有一寡所在嘛是较冷，所以你看你介意啥物款的所在。咱俩最讲伊是迄个恰德。Hello。系啊，哎最近生意不赖，还可以。阿姐啊，伊晓讲台语啊，你无甲伊讲台语哦？哎，逐摆拢嘛来甲伊买物件，拢嘛讲台语呢。系啊。对啊，都会讲台语啊。对啊。啊，你头前摆看到伊晓讲台语会惊着无？不会，因为我认识很久了。超偌久？好久。足久啊。2、3档哦。久了。2、3档。同款，甲迄少年仔讲同款2、3档啊。是。系啊。啊，伊袂熟的，你袂熟的。哎，我拢来买迄个泡菜。
哦，你个买泡菜，我要泡菜，伊泡菜最好食的。咱家己做的哦，还是去刮来？哦，家己做的哦。哎呦，所以我逐摆拢嘛买这个吼泡菜吼啊，切迄落个肉吼，安尼炒菜咧，那就真健康，真好食，足无油啊。哎呀哦，来先直接食，啊，所以你拢。对啊，拢会使，拢会使。你内面煮啥物最适合的？伊拢摕这炒猪肉，炒鸡肉，炒鸡吧，炒鸡肉较济啦。炒牛肉啊，炒香蕉啊。无啦，伊讲因为我咧运动的啦，我运动，所以。对，要加鸡手。系啊，所以我大部分拢会买啲泡菜，就是摕去炒迄落鸡胸肉啊。系啊。哦。系啊。是。所以加伊除了这泡菜后，就是咧卖一寡鱼丸啦吼，啊这有这种芹菜的。芹菜丸丸吼，菇菜丸吼，啊这嘛是泡菜，这嘛是最好食的。我逐摆若买一寡哦，嘛是爱留啊赞的，我这嘛唔当啊食足济。还有很多口味。系啊。芋头的啊，香菜的。哦，是。蚵仔嘛最好食的。有啊。阿姨啊，甲你买这丸啊，等于食。我嘛有时啊嘛会煮汤啊。啊，是。都买好。不过到生跳。啊，你刚才伊咧做模特儿，好像有在电视有看过。有看。这摆吼，赖总统就职典礼由伊主持的呢。真的哦。嗯。人家就无用咧做生意，袂看电视。网络顶头，网络顶头点一个，网络顶头甲点一个按赞。对，啊，要来上咱节目。哦，这讲支持咧台湾囡仔咧。哦。没问题，支持你。好，感谢。我哪时间再过来跟你泡菜哈。好，谢谢。多谢。好，他到对刚刚吹来个只。这个都要较细致的呢。好厉害。Kevin，要来看你哦。正讲台湾囡仔要炒米粉，互你看。对，今仔是要炒米粉。我甲你讲吼，他拄仔伊就吼用时间咧备料的时候，这吼这油葱吼，这真侪囡仔伊都唔捌啊。哦，你在巴西的时阵就。对，因为迄当阵吼，咱譬如讲咱伫巴西的台湾人吼，咱若要去食到啥物台湾菜吼，拢较无方便对无？所以若要食到，譬如讲哦，一个炒米粉啦，还是一个包肉粽，哦，拢咱爱家己来。所以当初我阿嬷最好煮菜，最好煮食的，所以我就迄当阵啊去到因兜遐吼，咯看伊那做菜安尼吼，伊就咧那甲我讲，哦，安尼就爱安尼做，安尼炒吼，这都爱注意啦吼，无这若进过头吼，有写咯，较歹找着，因为咱巴西人平常是无咧用，嘿，啊毋过嘛有，嘿，啊伊甲伊安怎教讲安怎煮？安怎煮哦？阿嬷就甲我讲，啊，这你就爱注意你咧欠芳的时间啊吼，你若超过会变苦啊，对无？所以这就是讲欠芳，嘿啊，这欠芳啊，对无？所以就是吼，这个汤头吼，就是要真注意迄个。袂当炒大，袂当炒啊，炒一大就会变苦。嗦吼，那你听迄个声，有无？有收着无？迄个切切迄个声。敢若有迄个豆丝共款啊。对啊。哎呦，我是规矩爱食。啊，我拄食就是咧甲咱这个少年仔讲吼，咱若闻到这个哦红葱头的味，就是直接像着咱台湾味，对无？对，这就是台湾菜的精髓啦，正宗的啦，对啦，正宗的啦。好，来，咱就开始。好，那开始吼，来再开火，啊，这样火，好，开火啊。好，首先呢，咱先来，来看卖，啊，这香菇先来切来处理一下。老师，啊，听讲你家己嘛有咧开餐厅安尼哦？嗰种咸菜啦。哦，你有咸菜。咸菜。钱歹赚囝细啊。你了解。咸菜啦。哦，啊，你平常时伫厝拢恁某咧煮，还是你拢？无影啦，我某袂晓煮。真假？我唔敢讲伊袂晓煮。OK。就上班无用。哦，上班无用啦。你了解。啊，你平常时拢较介意做啥物菜？我什么菜拢做呢？什么菜拢做？我什么菜拢做，当然看人家的要求啦。哦。人家的意思是讲，阮某啦，吼，阮囝啦，看伊要食啥物，你就煮啥物。对，爱点菜。阮丈人啦，丈母嘛啦，嘿，爱点菜。哦，啊你的手路菜是啥物？
我手路菜你。西罗菜，你若讲要做粉干，嘛当做粉干啦，吼，嘛有其他，比如讲这个猪脚啦，卤猪脚。卤猪脚哦，今仔日哦，因为现场的设备无够，所以阮才无叫你来卤猪脚。卤呢真无简单呢，卤猪脚你一定会晓的啦，猪脚壳啊，滚软软，要规面啊，老脆软。个人唱的。囡仔歌你还要唱啊？会晓啊，会晓。迄当初我阿妈拢来唱我听。说。对啊。来，这我嘛是先来甲炒炒咧。这嘛是啊叫做乾芳对。系啊。啊，这油吼就是我吼咧煎迄个红葱头咧用的。春来油。对，春的油。对。所以你这是真正毋是三脚猫的哦。毋是，绝对毋是。水的香味就出来了。香就出来啊。哦。啊，你甲恁阿嬷炒斗阵大偌久？哦，真久呢，我印象吼，我自细汉4-5岁就开始甲伊住做伙，毋是住做伙啦，算讲逐摆6礼拜哦，拢会去找阿嬷啦吼。啊，就食咱台湾的菜啦吼，唱台语歌啦吼，拢有啦。啊，因为迄当初我阿嬷嘛是会去做礼拜，阿嬷伊当去到岛嘛，所以拢会去听道理吼。对，去听道理，去长老教会听道理，所以咱台湾遐建立的长老教会，拢嘛是用台语做礼拜，对无？对。哦，这金交戏。巴西敢找有金交戏？找有。算讲嘛是咱。实在讲，因农产也足济。台湾吼，台湾人去到巴西遐，咱因家己做的，是算自产的啦。哦。对。你巴西是住仙埔？对，无对，我巴西遐是住圣保罗。阿嬷迄当阵住迄个社区吼，迄社区啦，叫做 Mogi das Cruzes。Mogi。叫做因为迄个城市的迄个长老教会叫做木鱼啦，木鱼，所以迄个名吼的声音，即小响，小响，所以是多好。真好记啊！这敢就要先串枪。来，我来先串枪，这紧紧啊啦。我来用。啊，那无我这个葱头先甲切切。我家己吼是平常时若咧炒这个米粉吼，嘛会淋一寡过的菜啦吼，食这个菜较济拢，敢较健康。啊，若像韭菜，因后也有嘛有韭菜嘛。去当初我阿嬷去到巴西的时阵，就是专门咧种菜，所以我自细汉吼，韭菜、高丽菜吼，土瓜、布啊、菜瓜，迄当阵拢是阿嬷咧种的。所以我自细汉就咧食菜。所以恁阿嬷因就咧种农场对啦。阿嬷以前都是住咧农场，所以我迄当阵都是自细汉拢食咱台湾的菜。对。但是，那像恁种安尼，如果是阿姨老公，对，有像你安尼讲老公台语的，敢有做啊无？哦，无得吹啦，无得吹啦。这阿爸你爱阿妈囝叫。毋是吼，你安尼是在巴路边，我家己都吹有的啦。无啦，这无可能啦。这有影。是讲我若要食啥物物件啦吼，甲阿妈讲落，甲点，伊就直接来吼。不管你若要食啥物。迄个我上爱食的肉粽，若有啥物有煮米的吼，肉粽啦吼，红菇粿啦、炒粿啦吼、碗粿啦吼，伊拢做会出来。妈以前吼真。但即摆要叫你白粽，今年5月节过去，你讲，因为咱起码台湾都，因为我今年吼工课嘛较济啦，所以较无时间。啊，毋过你若要叫我来包肉粽，若要包肉粽，会使吼。白肉粽会使，会好，咱来叫你个白肉粽。哦，你去买迄落叶啊啦吼，嘛毋是爱先洗嘛吼，系啊，爱先煮啦吼。啊，因为咱中部人一般拢是煮迄落南部粽较济嘛，所以咱就是迄落料先炒的吼。小弟，你讲恁阿嬷本地是咱台湾倒位人？云林嘛，好尾，云林好尾。啊，我阿公是云林斗六。哦，对。
食菜健康啦，对，食菜健康无对。食菜唔惊大苦啦。系啊，你这做模特儿的吼，一定爱爱特别注意。爱特别注意啊，这身材。对，认哦，真。你看这蔡cham啊，这个专业的。哦，人客啊，你来看，这个是专业的啦。嘿哦，咱台湾囡仔咧带宁静，啊，外国囡仔咧带 cheese。对对无对。哦啊对吼，因为迄当中阿公嘛是受到日本的教育，啊，所以就是书，我嘛是用日语学过来。啊，认真啊，学多摆吼，包括常常叫我这个爱诺可嘛是。啊。你细汉的时阵啊，你这2种3种的，你是学校是读巴西的学校，还是英语的学校？我细汉的时阵吼是读巴西学校无对，啊毋过因为细汉阿嬷一直希望讲我的国语吼讲到练等，所以我迄当阵去互特别去读中部学校，是台湾人，台湾人开的中部学校，哦，对。啊，毋过我迄当阵就三声道理，无迄当阵我甲你讲，我迄当阵迄个中文拢讲袂好势，因为我出讨厌的，毋知我都毋知想哪就爱讲去中文学校，我平常时也无咧讲中文啊，对毋对？我平常时华语啊，吼。对啊，我华语无平常时无啥物机会通讲嘛，我伫厝内拢讲甲爸爸妈妈讲。所以你迄阵时来到台湾时，其实华语是啊，佫无啥会练得。无啥会练得。哦，你甲看，伊这炒米粉真正是菜为主呢。菜为主，我真爱食菜，我真爱食菜。袂歹呢。系啊系啊。这哦运动唔惊大苦，食菜佫唔惊大苦。但是你即摆咁一个人大，你安尼煮甲济，你唔看起。其实我甲老师讲吼，我平常时拢是做饭包吼煮一礼拜量。会惊。嘿。啊，落放咧冷冻内底，啊，若要食的时阵，就先摕来退冰，退冰了后放咧微波炉安尼就当。你这头我听好吼，你的食谱做来生产。嘿，对。Heaven's Bento。对 ，Heaven's Bento。哦，这生意袂歹哦。Heaven's Bento。嘿，而且拢是健康的菜呢。哦。系啊，拢是健康的菜。是咯。系啊。这步会通哦。放一寡迄落。啊，恁阿嬷有煮过你食的？你煮的菜？阿嬷哦，无啊，迄当阵咯，大部分拢伊咧煮的啊，嘿啊，拢伊咧煮的啊。无你的意地就对啦。无。啊，因平常时迄当阵阿公阿哥有地嘛吼，阿公有地就我阿嬷嘛是爱煮互伊食，是。所以我就是先刷，哦，嘛是食伊。本人好去啦。对啊。啊，你这煮菜敢有煮过互恁爸爸妈妈食过？我逐摆若转去吼，哦，一直咧讲啊，你即摆转来要煮啥物互咱食啊？哦，会甲你点菜。哦，我点菜吼。哦，这台湾人的文化的传承就是安尼。咱即摆伫台湾本土，的台湾人就无一定家户拢会晓做。对。你颠倒伫巴西吼，你正讲台湾文化的传承。因为吼，伫台湾实在是有够方便啦。哦，你啥物吼，我角落就啥物，你要食啥物拢有啦，对无？即马佫有啥物便利商店啊，啥物拢，所以吼，真方便啦。你饲养囡仔唔通互伊伤方便，无人逐项拢袂晓。对啊，咱爱家己想。你来像咧即班呢，吼，佫缘投，人佫高强大啊，吼，佫知影养生，吼。对啊，那看我平常时我若因为我的工课的关系啦，吼，我这体格嘛一直爱控制。咱唔使唔通安尼，我若要去食啥物就去食啥物。我有时啊，拢甲别人讲我歹势吼，我因为后礼拜要拍片哦，所以我，互咱再过来找时间，再过来找时间。嘿啊，这我都爱牺牲啊，这无法度啊。袂啦，你系为了事业嘛，对，为了事业，为了赚钱，为了生活。哦，这味是有够香的，我真啊。特别好啊，特别啊！赞！因为咱这个会较细一撮啊，淡薄较细一撮啊。无啊，这风咧吹啊。对，无唔对。这风咧吹咧，会较无啊烟。咱咸正来个，淡咧。啊，恁敢唔咧参糖？参糖。参糖。阿嬷迄当阵咧炒菜，我会记得有。有。啊，你我这本本的是健康的。健康的，无参糖。无参糖。超工啊，我就看讲，伊无备了备糖哦，即就知影讲哦，即所的哦，你惊肥唔敢食糖，就唔惊的。哦，
哇，你食物件是真正爱注意。真正真注意、真控制。嗯。但是安尼嘛是健康呢。哦。系啊，所以爱想办法啦。系啊，譬如讲你若要互这个炒米粉较芳吼，然后你家己去煎咯。安尼煮安尼食嘛是真芳啊！是啊，无对啊，系啊，嘛是讲无放伤济油啊。芳华你唔通流水喏。我咧导演你开始流水喏。芳无甲我鼻入味。你吞水喏。有咧吞水喏。嗯。袂歹。好来，那这肉已经差不多熟了吼，啊，即摆来甲迄个炒米粉。米粉爱落去。即摆就是两只手。啊对。所以巴西后做米粉还是恁家己做？巴西的台湾人做米粉，有数卖予巴西人，卖予巴西人，嘿。哦，所以巴西人也食米粉。巴西人若要食咱这台湾菜吼，还是中国菜吼，拢会去专门去买这个米粉。啊，毋过，当然嘛是有咧用米粉啊。哦，所以若要食啥物泰国菜啦吼，是其他。买用着啦，买会用着。哦，所以一条万用就对啦。对，无对。啊，你后来讲有家己的变化，比如讲你台湾菜一定有仁北甲有春啊吼，啊巴西的菜吼，你嘛应啊，你怎么样大炒20档左右？26档，26档嘛吼。对。所以巴西的菜甲台湾的菜吼，有通啊甲混合起来，你敢有想过？这较有困难呢。安怎讲？因为你嘛一寡材料嘛，你这嘛找袂到啊，对无吼？啊，你也爱考虑看卖，这台湾人讲食袂下，若食袂下喏，就爱搁想办法。你甲观众朋友小了解者，巴西的菜吼。恁敢知影巴西人咧食啥物？是啊。恁敢知影巴西人咧食啥物？因拢大部分主食是啥物？咱大部分咯拢是食饭啦吼，啊有一寡豆，有一种豆啊吼，咱就会甲煮种汤，吼啊豆啊煮汤，豆啊煮汤，啊放咧迄个饭的面顶。啊大粒豆，迄油豆还是？白豆还是迄种豆啊吼，我伫台湾捌看过呢，所以迄伊的名，伊台湾名，就我唔知安怎讲。但是圆的还是迄个咱长的迄种红豆迄种？较像红豆。较像红豆，啊毋过。啊，就煮汤，啊，迄算做煮汤，迄是咸的哦。咸的，煮咸的，毋是煮汤甜汤哦。唔是，因为爱配饭嘛，爱配饭嘛。啊，是。你踮咧遐大，你大部分是？食巴西菜还是？哦，无，咱一顿吼会当食到台湾、佮巴西、佮巴拉圭的菜，因为我妈妈巴拉圭人嘛。哦。所以咱一顿就会当食到无共款国家的菜。会小等诶，这就是咱。巴拉圭，恁妈妈巴拉圭的人。对。但是巴拉圭是讲 Portuguese。西班牙语。西班牙语。西班牙语，对。好。啊，但是巴西是讲葡萄牙语，无对。葡萄牙，啊，所以你唔就 Spanish 跟 Portuguese 拢会通。哎呦，要求拢会通。哇！好，对啊，差不多啊，我来看伊迄个够咸，试看卖。唔惊烧呢，这有影。我是无咧食上咸啦，吼。啊，毋过溜啊，是溜啊哈。我来一撮啊豆油。好，看迄量，这量肌肉咯，知影讲伊平常时吼煮得真熟。应该是讲咱大部分台湾人拢是用目睭咧，看迄个量肌肉的啦。啊，我嘛是来到台湾后才发现讲，你若加迄个白胡椒粉吼，散落去，会好食。我是感觉会好食。较爽口。对。咱的迄个你较爱食红汤头，大的吼。我较爱食大的，嘿，咱的红汤头。哎呦喂！哎呦。好，来咱差不多啊。真好。好来起锅哦。OK。我是爱食较大一点。食较大吼。所以。OK 啊。我拢会炒到迄个水已经无去啊。会 keep 住啊。其实用 keep 住米。OK。水啊，水吼，看迄个料拢挂好伫面顶，有香无？有香无？哦，偏些咸嘅，足香足香。
OK， 好，是完成。啊 OK， 好，这是 Kevin 的巴西台湾炒米粉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，免怪伊，请你放心我的阿母。我连做兵拢有做过啊，我拢身份证、健保卡拢有。到底是倒位我无？不是台湾人。对啊，我是感觉吼，咱即卖时代吼，无啥物借口。你若介意台语，即卖有网络、有手机啊，有电视、有电脑，你若要去学台语吼，你无啥物借口吼。好，第二项真简单，我相信哦，台湾的家家户户拢一定知影这道菜啦吼。你看，这是啥物？菜脯。菜脯啦，这是啥物？卵。今晚会做啥物？菜脯。菜脯卵啦，对啦。但是吼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人看袂起这种味哦。哦，你会当讲看下，你是巴西的时候，你感觉这菜脯卵对恁来讲，是一个真正真奇怪的一个物件，因为迄当阵吼，我拄仔有甲老师讲吼，咱若要食到啥物台湾菜，拢爱家己来嘛。所以当阵生菜脯嘛是阿嬷拢家己咧生，拢去摕迄落菜头吼，去切一块一块，去生，搁拍，哦，迄个有够重的，你敢知？搁拍吼，搁饼啦，啥物啦吼，我记当阵吼，妈妈是拢这嘛拢。你要斗相共。你别妈斗相共啊，尤其是我当阵我细汉时阵吼，较大颗，所以咧生咸菜时阵吼，拢叫我去打。无唔对。咱就好加在，无你像你做蜜煎，对啊，做蜜煎啊就去打。就去打。迄阵时是恁阿公全家嘿，规个家族拢带去。啊，恁爸爸迄阵时几岁？我爸爸迄当阵才10几岁啊，尔咧。我就带去。嘿，对，嘛对，嘛先是阿公甲阿伯先去巴西，啊了后会使才带去。对，阿妈才带，佮带我爸爸，我的三姐，我的万姐去。所以这个菜脯吼，伊当阵嘛是阿嬷教的啦吼，啥物撇步啦吼，你若要煎菜脯卵啦吼，就爱先浸水啦吼，互迄个卖较咸，卖较死咸，卖死咸。对。啊了后，就是讲食到菜脯卵，就会互我想到哦，阿嬷讲迄当阵，阿嬷有伫我的身躯边的迄个时阵啦。但恁遐食鱼啊，敢有较方便？海产哦，食海产。方便啊，系啊，咱落去大市场啊，去大市场买物件啊。哦，恁遮你讲鱼啊，咱就讲鱼啊，讲鱼啊。你看那油哦，拢唔甘放的，这所有拢咸。我真正唔敢放啦，真伤油。这是我平常时咧煮菜的模样。哦，真正。咱这慢慢温，慢慢温。好啊。OK 啦。嘛是共款对迄落煮米开始做。家己做锅切。对，浸水啦，搁去夹。搁下搁地。对，迄阵时拢有甲我夹。你唔通甲我讲，你那个牛咧拖？会啊，毋是牛咧拖啦吼，用迄个搁接机啦，用搁接机啦，我啦，无哪有可能，咱啥物时代啊，拜托咧，有影哦，我有采访到迄阵时吼，50年代去巴西人，佮炸牛去呢？啊，佮炸牛，坐船炸牛，这坐船差不多1个月呢。对，牛蹄、龙骨拢炸去。啊，遐厉害！迄阵人，所以迄阵人嘛是去做菜。对，是苗栗的东螺过去的。OK。但是恁遐差不多，恁爸爸迄沿的应该去到遐后来拢做生意。先做生意，再过去做种菜。因为发现讲，这嘛是，毋是颠倒摆啦，就是讲，因为发现讲，种菜吼，因为遐个华人嘛真济，台湾人嘛真济，所以种菜咯当袂互遐个人。迄油光吼，
我一直吞嘴烂嘞。这边好啊，这边好啊，这边好啊，这边好啊。做安尼口口要什么同样的时间，然后5点半。哎，哦，老师今仔日嘛辛苦啊，不要紧，啊，这边来食饭啊，这边来食饭啊。约这个时间呢，现在哪家哪开工。OK， 无问题，无问题。赞 OK， 好，咱今仔日2道菜完成。哦，对起来菜米粉。巴西台湾。巴西台湾菜包呢？哎 ，Kevin's Bento。Bento， 哎 ，Kevin's Bento。对，3点外呢，等到这 Kevin's Bento。总算出来啊！来，你先，请。我都无客气啊。啊，免客气。哎呦，佫青烟呢。对啊。佫袂油，袂油，嘿。打啦，这我家己较爱安尼食哦，我开始流嘴烂呢。哎，你落酒不只啊准哦，袂咸，还佫有够味。这哦，咱老实讲，有些朋友有在煮，无知影落酒就啥爱安怎？你上好尾你会记得，即样哦，豆腐你啊，要回放者，你就知影讲其他上无，后面那个单边放使唔使？哦，对啊，你这样差别。因为说我平常时出来，我爸爸嘛是哦，惊伊伤过大块，所以我妈妈惊我伤过大块，哦，所以为着要来顾我爸爸妈妈的健康，我嘛是拢安尼差不多安尼煮。哦，袂当过伤油，袂当过伤咸。啊，你看吼，伊这韭菜吼，这韭菜味，你甲爆这个检查你就知。来。哎呦，韭菜根吼，看伊这炒米粉炒有足，就是这韭菜味。哦，一个炒韭菜，二个炒米粉，就是这。好命。来试看卖我的菜脯卵。我你先来，免客气。但是你这落手无法当，是因为你的职业的关系，对，是讲因为我职业的关系。啊，恁阿嬷是不是讲油讲较？啊，以前就是用猪油去炒呢，猪油呢去健芳，猪油去炒物件吼，迄有足香。虽然足香，虽然真好食，毋过嘛真系伤肥。所以我即嘛无法改良的，改良的。讲到这吼，其实吼，观众朋友可能对 Kevin 吼，有好奇啦。你在遐大汉，吼，会晓葡萄牙、对，西班牙，你敢想讲要搁转来台湾？因为我自细汉哦，甲阿嬷阿公的关系拢真好，所以阿嬷阿公无地了吼，就因过身去了，我就想讲，我的生活来欠啥物件，吼。啊，因我迄当阵就想讲，那我来搬来台湾，我来试看卖，敢会互我啊，搁有迄种阿嬷阿公啊，搁有我离我的身躯边的迄种感觉。但是你迄阵是无虽然虽然迄当阵我有啥物保障的啊，无啥物工课保障，拢啥物拢无，我就来。应该是讲我迄当阵对家己伤过有自信。哦，那会有人安尼，雄就安尼想讲哦，我今仔日要来去台湾，要来去迄个地球的另外迄边，对无？啊，但是你婚姻啊，无亲戚朋友啊？即摆亲戚拢走去，较轻松去啊，拢走去桃园啦吼。本来我阿伯、我阿叔因还搁伫巴西嘛。啊，即摆我阿公的兄弟姊妹吼，我爱叫高婆的因啊，还是姨婆啦，和我阿妈这边的亲戚，因拢伫桃园啦、高雄啦，吼，人要去找因。所以你讲迄阵是转来，敢有存这个心讲，上无至少我来找高婆啦。有，因为进前，吼，我遮的高婆，我有4个高婆，吼，因拢有去找时间去巴西，去找我阿公。有咧来往啦。所以来台湾进前，我拢甲因有熟识啊。哦，是，所以毋是讲啊人地青疏来到遮一个人海茫茫啊。毋是，啊，毋过有一寡亲戚是安尼哦，因为迄当时我会记得我阿嬷有留一本迄个写电话一个簿啊。电话簿啊，嘿，啊来到我就摕迄簿啊转来台湾。哎呦，我就去看啊，这个阿嬷拢有写这个是啥，这个是啥，我就去敲电话，嘿，我就甲讲，我是上，啊，这个
陈丽云，我阿嬷叫做陈丽云吼。因为陈丽云是我的阿嬷，啊，我即摆来到台湾，我就想讲，我先先来找你，甲你开讲，才爱说出一个安尼。因都真欢迎啊，来啊，你来啊，你来啊，哎呀，拢去好我主旨吼，我就去甲找伊。啊，所以迄阵时来的时阵，你开始头一个头路是啥物？哦，头一个头路吼，伊当初先，因为我本身是物理治疗师嘛，哦，所以我一开始是伫台湾先开始找甲物理治疗师有关系的工课。啊，毋过因为我迄当初的身份，啊，我是外国人，所以我去申请即个工课的签证，吼，所以较麻烦。啊，落尾啊无成功，所以我就等到开始做模特。啊，是人甲你发觉，是有朋友甲我讲，你吼安尼落落啊，吼安尼啊，缘投啦，啊你若试看卖啊。啊，我从来有捌试过嘛，我伫台湾捌想过，我就伫台湾开始啊拍一寡相片啦，拍一寡广告啦，吼，开始才开始发现讲，我对这个行业有兴趣，我就开始投资家己，吼，去磨练学习，吼，去甲别人学，安尼就变做我今仔日吼咧拍广告，也是不管是做主持人，就是安尼，你开始有对你家己的未来有只想法了。我对家己的未来较歹讲啦，因为迄当阵我上主要的目标就是爱先趁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暂时就是咱先用这个有这个方法，先来趁钱。若有啥物未来若要去做啥物其他的代志，咱再来达到想象安尼。我会安尼问你是安尼啦，因为大家开始会熟悉你，对，可能是你去面试参加这个歌唱比赛，然后慢慢大家咧，即我讲爱诺哥啊，个会讲台语啊，讲甲不知啊认得吼，你会变做讲家己肩胛头变做讲你有一个使命感，讲我你要台语要安怎，还是讲你安怎想？对台语这个部分吼。我就想讲，应该安尼讲啦。我来到台湾吼，发现讲，你若有一个外国人知影伊会晓讲台语，这个是一个真特别的代志。对台湾人来讲，这是真特别的代志。我就开始想讲，我若开始发挥，我这个会晓讲台语的这代志，透过我这个较特别的身份来，安怎讲，要来保留这个台语的文化。所以我就开始决定讲，伫我的Instagram， 我就开始拍一寡甲台语有关系一寡。因为你本地就遐罗马尼，你就白话字啊。对，所以嘛是来到台湾发现讲，有一寡台湾人袂晓讲台语，我就来用这个方法，来教，听起来真正是真怪，因为我对巴西来是一个外国人，要教台湾人安怎讲台语。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听起来是真奇怪的事。你真是都无安尼想过，无安尼想过。这种使命感会意思讲，你会感觉真震动未？会感觉是对我来讲吼，是一个真大的新的兴趣。对。挑战啦吼，嘛是一个挑战，因为吼，这阮的同事吼，要来点歌啦。好啊，会使啊，这完全我拢甲我的台语的朋友讲，我是台湾的朋友讲，我是一个台语点歌卡拉 OK，对，所以你若要啥物台语歌，毋是全部啦，我毋是全部拢会晓啦。你老歌还是新歌拢会使？老歌吼，主要老歌。思无的人会使袂？我心内思无的人，这首无？哎呦，这首忘掉我真正临时甲考的呢，来，过一首。哇，这老歌，胖华还有啥物较新的歌，考一个安尼。妈妈请你也好着。这老歌啦，这简单啦。来，你我想无？来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免怪伊，请你放心我的阿母。虽然是孤单一个，
虽然是孤单一个。我也来到那用的一个程度。哇，这个不过我是一根勇行的。哇，妈妈，请你保重。哇，这爱破啊声啊！等下，等下，等下。伊这声纹吼，啊，佫会演歌呢，佫声佫会闭车啊。对。哦，但是你这唱法是来到遮听遮学，唔是，这是因为以前，阿嬷就是真爱放一寡台语歌互我听，吼，原来我来甲你教唱台语歌，所以迄当中就是阿嬷先教我唱，吼，我会记得第一首台语歌就是《双人枕头》，阿公就教我教演歌，唱演歌，日本的演歌，日本的演歌。哎呦，咁来一首，来一个，我咧较熟的。我来想看卖。涙にはいくつもの思い出がある。心にもいくつかの傷もある。哎呦，这个笑吧？无，因为我要互你讲较济话啦。OK。大家就了解讲，一个囡仔吼，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多元文化。对，非常的多元。吼，人才会变做较灵活、较活泼。对。吼，但是你即摆回想来，这过去的这个成长的过程，你家己上大的感想是啥物？我即摆要摕这嘛有，这要摕这也有，要摕这也有。我上大的感想就是吼，有时啊对我来讲真困难的，就是要甲别人讲，我是对的人。你是啥物人？我是啥物人？我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到底是巴西人，还是巴拉圭人，还是台湾人？这对我来讲吼，迄直想，直想。毋过我逐摆会回答吼，就是我就是世界的人。安尼一个回答。若无你要我解释讲我伫巴拉圭出世的，我伫巴西大汉的，我妈妈巴拉圭人，我爸台湾人，我即摆嘛是台湾人，我有摕想者，我就讲袂完，吼安尼，所以我逐摆拢嘛讲我就是世界人。所以你去参加世界先生？迄就是算是会叫世界先生，对，世界先生无毋对，还是环球先生嘛会使。环球先生嘛会使。迄是你人甲你推荐的，还是你家己？这是朋友甲我推荐的，伊就甲我讲，我遮有一个比赛吼，看你敢有兴趣啦吼，我就报看卖回去我毋捌参加过这个活动，我就去试看卖嘛是一个对我来讲嘛是一个挑战嘛，对不对？结果摕到36个迄个国家，36国家，得到第4名呢。我真哇塞，竟然会当摕到第4名，真厉害呢！是啊，你当时讲话真安尼无简单哦。内面在比啥物物件？除了比容貌、比身材，还比啥？爱比你的魅力啦。口语的表达。对。因为咱有，譬如讲穿西装的这个环节吼，看你安怎去表现你家己。也是穿迄个游泳裤啦，看你安怎你的态度、风采安尼。过来就是因为互你一寡问题，互你去回答。看你对社会看法啊。对。这个经历吼，互你有一个一般人讲吼，也是参加选美啦、选在地先生安怎吼，对社会拢有一种更较大的关怀面。对。commitment 还是讲要做 social service。你开始参加了，你就对台湾社会的观察，还是讲你敢有想讲你家己在台湾，佫有当做啥物代志？在台湾透过这个活动吼，我就是希望讲台湾人吼，愈来愈会当有这种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多元的一个社会。因为迄当阵吼有足侪算讲选民啦，来甲我讲，哪会去经这个阿斗啊去代表台湾？这人拢看起来无台湾面啊，对无？所以我希望讲吼，就是我迄当阵就是安怎，我就拍一个录一个影片，吼全程用台语甲因会，
吼，我就甲因讲，到底是啥物时阵？吼，有人讲，这就是台湾面，这毋是台湾面。你看卖哦，我即马讲的台语吼，毋是所有的台湾人有法度讲啊，遐尔啊认真呢。所以你哪有啥物？你哪有这个资格甲我讲，我毋是台湾人，对吧？听一下，我连做兵拢有做过啊，我拢身份证、吼健保卡拢有。到底是倒位我无不是台湾人，对啊。所以我就是希望讲吼，透过这个经验吼，会当互台湾人知影吼，其实咱台湾是非常的多元的一个社会。管是你出来是讲台语，是讲中文，是讲客话，吼，咱拢是台湾人。这就实际例互大家来看。对。要安怎在这个所在产生认同，语言也好，意识上吼，整个投入这个社会啦，吼。对。刷来你对你家己吼，因为今年吼，Kevin 吼，去做着赖总统的就职典礼主持人，主持人，紧张对，真紧张。毋过加在吼，因为迄当初互咱足侪时间去准备啦，嘿，对，所以我拢会甲我迄落搭档吼，先去甲伊讨论，吼，佮大家我有默契，吼，对，爱，吼，所以咱拢会讲哦，这我先开始讲，吼，你再搁接。啊，还是这部分，互我先开始，还是要互伊先开始。但是你即马嘛有咧接这个主持的工课嘛？有啊，愈来愈侪啦。自这个总统的就职典礼了后，就开始接较侪主持的工课。所以这对你来讲，主持，拍戏，你还佫有咧拍戏？我感觉吼，我伫台湾，我甲拍戏较无缘。毋过我拢有愿意去试看卖啦，嘿啦，拢有去试看卖。所以你即摆大部分是通告，对，主持，主持，唱歌，佫伫我的 IG 录一寡较好笑的影片，甲台湾。我甲你建议哦，你以后会当煮台湾菜。嘛是会使啊。Kevin's 面道。巴西台湾综合的一个面道。这嘛是一条路呢。因为我感觉吼，尤其咱用了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吼，来表达咱台湾的文化，在这个菜内面，你会当来。这还佫是哪煮哪开讲哦，我若无开讲吼，都拢会较紧，煮拢会较紧。这实在是无简单的代志吼。刷来我来请教。后来，恁爸爸妈妈对你转来台湾，用什么看法？当初是非常的无支持，因为迄当阵我爸爸妈妈对我的印象是一个较叛逆的一个囡仔，嘿，较无爱听时大人的嘴，较无爱听时大人的嘴，毋过迄当阵我就嘛毋是偷走来啦，我就先甲爸爸妈妈讲的，我就即马决定要来台湾，嘿。因为我就迄当阵开始想讲，我爱追求我家己的梦想，我爱做我家己要做的代志，所以我迄当阵就有甲我爸爸妈妈呢有淡薄冤家啦，毋过上尾啊，我要离开的时阵，我爸爸就来甲我揽一个，就是来甲我祝福一切顺利，这个意思。伊知影你是台湾发展即摆？有啦，嘛是拢咧甲我讲袂歹啦，即马趁了好无？我拢趁了好啦，免烦恼啦。若是有啥物新的片啦，我拢嘛传互伊看。伊拢嘛会去摕去互伊朋友看了，拢会报朋友知。然后即我囝拍哦，这包囝拍哦。其实，在海外咧生活吼，嘛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，尤其是因为头一代吼。踮咧遐，恁爸爸是10几岁去到遐，非常无简单，10几岁，佫学本地语言，佫伫遐读册毕业，佫找工课，找头路，佫伫遐娶某，真正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。尤其是对阮阿嬷讲当阵来讲，阿嬷讲伊当阵应该30几岁呢，36岁、37岁吧。你嘛算辛苦哦，真辛苦。你若去想看嘛，适应啦，文化对，你食拢爱家己创的，拢爱家己创啊。
因迄当中的生活真正是真艰苦。你常常咧讲起恁阿嬷甲你的记忆吼，对，啊，你台语安尼讲甲，其实咱坦白讲吼，比一般的台湾囡仔讲的这程度吼，好真济。其实哦，所以我甲你讲哦，我即摆台语哦，我认为是算退步安尼。安怎讲？因为咱即摆吼算生活伫台北吼，啊，工课的时阵吼，嘛啦较无咧讲台语，大部分时间拢用华语吼。咱用华语。啊，我咧讲台语的机会嘛是变较少，所以我即摆讲台语的机会就是哦，若敲电话给爸爸，哦，也是迄当阵阿公阿妈还有伫的时阵，我讲台语，才有机会然后哦，比即摆领导足济。是哦。即摆我对家己的台语的程度，我是讲袂啦，安尼讲已经真袂歹啊。嘿，你的建议是，若要对吼，尤其咱是台语台，对，对咱下一代也好，咱厝里的人吼，你建议讲爱用什么方式来回复，甲即个阿嬷的话甲讲转来。我是感觉吼，咱即摆时代吼，无啥物借口，你若介意台语吼，即摆有网络、有手机啊，吼有电视、有电脑，你若要去学台语吼，你无啥物借口吼，就是哦，即摆的网络时间落去。嘿，咱遐尔啊发达吼，咱随时都会当学台语。咱今仔真欢喜吼。Kevin Spendo， 多谢老师，希望你有介意我做的菜。真好食，真好食。因害我拢无专心，迄香味吼，电风扇一直吸袂。对。哦，足香的，刷来吼，咱祝福伊吼，演艺事业吼一飞冲天啦。多谢老师，多谢你。慢慢吼，伫咱台语的这个世界里面吼，产生影响力。有更较侪少年囡仔吼，不管你是本地是外国人，还是爱诺国，还是咱本土的人。都能透过台语来认识咱的文化，对，啊，发扬咱台语的这个文化，对，啊，但这个土地的人，哦，啊，我咧纯粹嘛，我咱这土地的人啊，更加搁趁价在是，是，感谢，好 ，Kevin，感谢老师，感谢，对，世界万人台，拢伫咱台湾新南台，感谢 Kevin，感谢老师，好，下次再见咯。